喺泰國，有人求救，最後唔係即刻送院，而係俾人當醉酒處理。第一單喺巴吞他尼府，3月1號凌晨，一個42歲嘅男司機 Tiramit 開車途中突然覺得唔舒服，佢手腳冇力，講嘢開始含糊，於是佢勉強將車揸入油站求救，但係因為身體失控，撞到現場嘅電單車。警方到場之後，現場有人話佢似飲醉酒，加上佢當時講嘢唔清楚，亦開始神志不清，所以俾人懷疑佢醉酒駕駛。警方將佢鎖上手扣帶返警署，但實際上佢當時已經係腦出血，佢只可以用手勢求救，之後情況惡化，先至被送去醫院。醫生確認佢腦血管爆裂，需要緊急做手術。因為送院延誤，錯過咗黃金嘅救援時期，佢仍然昏迷，部分腦組織亦已經受損。呢啲事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。2025年2月20號凌晨，喺曼谷嘅立跑，21歲嘅女生敗隊，放工嘅時候揸電單車返屋企，因為天雨路滑，喺附近失控倒地。救援人員到場之後，見到佢塊面腫同埋身上有酒味，就懷疑佢酒後駕駛，冇將佢送去醫院，反而將佢帶去警署。警署嘅 CCTV 畫面見到喺凌晨約3點，佢已經失去意識，被扶入警署之後，只係放喺梳化上邊休息，並冇接受過任何嘅醫療處理。直到約5點，佢開始抽筋同埋嘔白泡，警方先開始叫救援人員，但係可惜已經太遲。最後證實佢嘅傷勢非常嚴重，肋骨骨折、肺部撕裂、肝臟撕裂同埋體內大量出血。醫生指出，如果佢第一時間送去醫院，生存機會會相當高。呢兩件事其實反映咗同一個問題，係一個意外現場。就算你覺得佢係飲醉酒，係咪應該先送去醫院先呢？希望以後唔好再有啲咁嘅事啦。